สาธุสาธุอุปยอุปเสก今日是第12第这个我哋讲这条经佛的历史。佢在那今日我来是讲我不定就拉只几个真个字内字，今日是最后尾到。我讲这条经叫做佛的历史。记到顶个礼拜我有讲啊，佛教到一个所在。知了伊点声教了 ，and 伊知差不多无偌久，个加前两日呢，差不多会使讲伊就要离开世间了。所以伊住伫这个叫做一个所在，无间那嘎啦 ，and 住伫这边伊听一条经，伊讲美酒啊美酒，我要紧要讲互你听一条经，这个叫做。实的真名的经，实真名的经就是正，你听了这条经吧，你才会知讲，这条经正是佛本身讲的经，所以人叫实的真名，正佛讲的经。and 伊才讲这一条。今日那是一个会上 ，a brother may say this， 伊讲一个会上，伊刚出来讲，伊讲我本身听到佛讲这条经 ，and 这个是正对佛的嘴讲出来的 ，and 这个是正佛的假事，你不应该。接受这个经，也是体验这条经，你袂使安尼，你着听好好，也唔通体验，也唔通学咯，你着听了这条经，听了啊，你着要来批评甲两项，而这个两项就是啥物啊？一项是叫做苏打。佛讲的经，这边我要讲，你看那是正佛的经啊，whether 你是住伫Burma， 还是住伫 Thailand， 还是住伫 Cambodia、越南，还是 Sri Lanka， 还是 India， 正那是佛的经，拢总一样。Theravada 一个巴利的经 ，and 这经啊，大人就要念。whether 你是斯里兰卡的人，你就要用巴利经。and 伊逐回讲，ewang me sutang ekang samayang bhagawa savatiyang viharati。你话你实在佛在啲大陆讲这条经。and 你若是去Burma不是讲这条经上，要挑较无像，但嘛我念的就是像斯里兰卡的经，ewang me sutang， 这样么？ewang me sutang ekang samayang bhagawa savatiyang viharati， 这都我呢按照他们的讲啥子么？伊人是Burma是安尼，但你听好啊，正本是巴利的经，and 你去Thailand不是样。ewang me sutang ekang samayang 像安尼做啊，你袂使假嘅。所以你看，若要你来5,000支球的会场，若要你来马来西亚的会场，伊若是念正武大的经，像听无像啊，无咪是听，无咪是看。台湾的腔，台湾的款，有的人讲伊念禅经，伊是禅经巴利经，所以这苏打甲了话用巴利经，而伊听无像啦。你袂使翻译，而你这个桑卡亚那有品讲啊，佛的经袂使过翻译，而你翻译落去啊，这条话。
อันเชื่อว่าเราในกองดราม่าตัวโหจิกูดราม่าเก้ากองคนว่าดูได้ปุ่นคุยเก้าหังตัวที่นามารูปะปุ่นสีดราม่าพูดกาสีปุ่นสีดราม่าจินตเทียงรู้จักคุยที่ไร所以人จำเป็นอุพินนะพูดดีคุยเสกันสางไปจิตเอาอุพินกองน้องต้องจะได้ยำยังเอง所以那是听后来人那是这个回想讲一听就是那经都听好话来批评个这个苏丹达有走无那是无走如果จะไป批评过去的经过去的经是云南呀是พูด这个回想的记录的假事这内经都批评个都听了回想讲的经那是这个好合所以再讲这句话就是讲的经但是你那是看无好合你再讲话这个经是不是经我好多这个批评有的人来讲พูดดีคุยเสกันนอเทงบอกปานนี้แล้วเจ้าจีนะพูดจริงดียองแล้วขณะลูหลังบุตรฮามิลูหลังโทษทันแต่ไม่ยองพูดว่าปาลีเก่งมึงเอาเก่งลูหลังยำปาลีเก่งอันนี้เก่งจำยังลูบุตรฮามิลูทันลูบุตรฮามิลูทัน所以呢，批评话，就你叫你讲话迄个tham事，就你讲，你不他们你错一谈，这个是重读。所以呢，重读来讲，比较经济少，是大家讲的事。这个是头一项，你会使讲，都对你理解，唔通接受这个事了。记录本是想。你看那是你去批评个记录，你讲啊回想啊，将军你廿八，你要去考虑未使，安尼虾米事啊？这个八不但讲是路人出个人会社会来，你不到要这个八就好你食，唔通讲去考虑，我知一吨的回想，七的回想，其实。几耐不干在啲我大嘅所在，甲伊讲虾米啊？甲农庄嘅人讲，真是我人唔是来考试，我人考虑，特别廿八啲正啲嘅咯。啲行三倍都可以，伊讲买十字一倍累。所以这个你来看，批评甲这个记录，原来啊，伊重读了。所以这个不是复解落嘅，所以这个內行你要解就是唔少嘅經，嗰隻句啊，嗰隻走嘅講啊，隻走嘅這個實質嘅經你就要看下咩啊？伊講啊，我有一個回想，伊講啊，大啲一個所在有這個老回想，有嘅真正老，伊人啊。我本身看伊人啊，對安尼款，伊人講啊，安尼款的經是對，安尼款的經是對，安尼款是佛，安尼是佛的假事。你看伊人做安尼，你本唔通是會講啊，伊正對佛的假事，你本就來批評甲這個內行，經甲記錄，這個經甲記錄就是安尼你看。伊若是讲啊，伊人干啊抓这个八去考虑，你人应该若是搞，你可以唔正食。无要紧，伊若是讲啊，到伊来讲，我要考虑，佛讲啊，这个物件，无人互你袂使考虑嘅。你真是出家做和尚，你就是想讲，虾米不买钱啊？头一项第10届就讲虾米？你我无接受，所以重讀嘅這個叫做紀律，根本是上不大分假咯，本未使考這個物件，你行路，你本未使考半項，你只考屁氣，那是搞嘅和尚，
路的河一无看了见伊下落 ，and then 伊看，特别我人做会啥，我人会知，手若是卡落村，你看查某的手你会知，特别你若是还未清气，你看到查某的手真正水，这个心就你讲啊，去看水无水啦。所以这个就是讲你 training 还未到嘅。所以你看这个老和尚，伊人只安尼样做，你认得讲，这个是通毒甲佛的家事，伊是佛的家事了。而这班的和尚甲人教人，我知，伊讲的经上面讲，无因果的，到无因果的，真是哈密树如果要来讨论，而哈密树人嗰啲好。所以这个若是讲论，若是好路，就是讲啊，你手卡手咧非常破咧界。第三个不讲，大啲一个所在，我有看到这老的和尚，伊所对的物件是古时所传落来，特别是等人的迄个相信一对。伊讲这个啦是佛的家事，这个啦正是佛的记录。所以讲若是这个老和尚，阮来看到伊安尼去，所以若是想讲啊，伊若是安尼，伊去对物件，伊讲是照古时我的先生本安尼来，我本他那啲安尼做，像伊去对正式的这个。伊个 tradition 就是啥，伊个家事，啥长人的家事安尼。那伊若是讲安尼样啊，你本唔通学老讲啊，伊做真对，伊做无对，唔通。你本来批评甲这个老条件，是打经甲纪律，这经甲纪律啊，伊说教律是啥物啊？伊教律讲啊。也要保持，也要修戒，也要实践，绝袂去跳出苦海。要伊若是假如啊，无命无食的路，特别是啥物啊？伊讲你人会使修戒，特别人修戒，若是讲我身上入了当中无要紧，这个个了安尼较较无对了，你通读甲这个记录了。这记录人若是非常大的房间，你是个查某，你袂使入去咧房间。如果你叫你入来不好，你本袂使入，你若是搞的人，你去带过一个查某来对我入来才会使。所以这个就是讲，你无破到你记录和程序，所以这个就是正不大的家事。第四项伊讲啊。有一个所在，我看到一个老和尚，这个living brother， 吸铁真了高，讲经真了高，隆重大项真了高，一对咯，本是这对这个叫做tradition，真呢就是啥讲，古时祖传家呢，一直对安尼样。这个就是伊感觉是 elders 真啊济，这个看那是一个一个，咱你看伊啊，真正大项是伊做真啊，教伊讲伊路是真正对，真正迄个真正对。这个你本就要出来批评，你批评到咩啊？批评到这个路项就个是打经甲记录。你若是看，伊若是通读甲经甲纪律，你再讲这条经无正实了，人天来甲天去，减来甲减去，加个本有，减本有。这个安尼样，你会使本身讲，这个毋是不大讲会经了。所以这个四项不大啊教。这个已经差不多点上要到了，这边啊，伊就跳，伊就讲啊，是这个三项，人若是搞他们训练，
อัน这个就是叫做保持好你正确，修你戒你拍你自己，อันเจริญเสียน你跳出这个苦海，你来搞个伊讲哦，安难道让咱来去巴瓦，巴瓦是一个所在，安咱去到迄个所在，伊拄着一个拍戏的人，安这个死伊名准导，安到个这准导的位呢，准导伊是大只准导的龟之鱼，安相对的不干的，再讲哇，这个。出家业道地500道地拢总来，按这真的跳出来业出，伊做好人啦。and then 马在天官有影真的做老热，要跳出来，这出者来了的时啊，三倍是真呀济，特别有一项啊，伊做。沙粉啊，我未晓讲这个名，沙粉是啥物啊？伊做一项的3倍，有的人讲是香菇，有的人讲是打的牛肉，特别这个我无插啥物物件啦。特别好食这个3倍，特别有咧一项啊，你讲互这个真的啥？真的，这项3倍，迄一项你惹互我就好，然后。啊！到我要食的物件，我摕了剩的物件，袂使互半人食，袂使互我的和尚，袂使女人食。一个空清大少的物件。这边这真的是也互出去还是白，去年伊这空大落去。安尼忽看着，伊讲真的，一半3倍，一句若是食，伊定着袂到。因阿都我啥咱要消化，安怎伊啊？安怎？伊毋是讲这3倍的事，无定着这红公知，为这个是专门这里讲啊，红公知讲食了这顿，忽要离开世间了，所以。达的红光就是天阳保持的，简单，系个龟头字，所以这个上，虾米物件龟头字，你知就边地方。所以啊，这个佛食了恭敬，啊，这恭敬了啊，佛就离开了所在，这离开了所在呢，也不到家庭了，特别佛。伊是真正的人，伊关以这个病害路，以这个病害路，伊再讲会尖声到，不一暝半暝3更的时，伊要离开世间。这半暝3更是啥物啊？2点甲6点，因阿多是马在的天光，伊要离开世间。咱伊食了后，伊讲安难道？请咱来去古新那拉就在佛离开世界的点声，将这个人来就有福气，人去咧所在咧看。安尼到甲咧看，即行也佛教上慢咧有摩托车，后面无拢总行路，咱佛甲500个即行，咱你看阿伯报道听了，伊才讲安难da，这家世做4辈。我住落去，我要住，我要穿，他们说啊，点声到了，你看，人一个老本的，所以你看，佛安尼厉害，安尼教的人，一本就教点声，所以讲，这家事我要穿嘅，啊，这穿来讲，啊，难道我吹大？你人知那是不到无事，头前你吹大了。And then 你再讲Ananda去吹好啊 ，and then 在这边啊，这个兴湖港有一个小港啊，大陆500吨的牛车过，所以啊，Ananda就讲佛世尊，这条港大陆500吨的牛车过，拢总同埋，睇开啦，咱是靠分过一条港，就做甲骨头的港的位，
咱就是摕三边无行过，水是那清，佛你要种叶，还是你要食，拢总有危险性。特别人有病就是有病，到点声来讲，安难道去摕水互我吹打。And still Ananda go gong, hut sejun, komoin galeo, komanya gunya hut go to ke sa tao, and ikwa hut to ke sa tao, ikwa bo hua liao, wai xin san bu chi le chi, gei jiang xi, ja yi jia chi, niao na lu kwa le komo chi jian ting lu xi, and then ni ya zhen la, hut sejun xin yang lai lo, ji komo chi wa jia niao lu ki jian ting an ne. 做高干呢，점声了啊，佛林了，有一个名姑姑沙，这个姑姑沙啊是一个八个教的人，and 伊做的教就是这阿拉拉嘎拉玛 ，and 伊爱借钱 ，and then 伊有讲啊，伊过来看到佛去借伊啊，伊才讲伊讲佛借钱，我的先生有自己人，伊啊借钱带去一个工资，安尼借了500吨的牛车过，安再过了一个人在后面问伊看，先生，你借伫这边啊？你载无500吨的牛车过？咱讲这个阿拉拉古马拉讲，我唔知500吨牛车过。你唔知是讲你听到声无？声我唔知。甲你唔知是你困是无？我无困。你无困，安怎你唔知？所以讲你看这个期限啊，真啊来咯。伊借甲深甲入定加那少，听无着，看无着，啥物阮无，安伊掂了。所以讲你看安尼厉害啊！牛车过500吨，安伊个衫咧500吨牛车伫行，安尼，咧规上久伊个穿个布个啦，拢总涂粉甲了，根本涂粉甲了，安 still 这个先生看无着，听无着，安你每看伊困讲我无困，讲你看伊字甲安尼样。咱负责讲，不顾啥，这个较厉害也是我讲你听一个项较厉害。有一日我去借钱，按500吨的牛车过，按我无困，看无着，听无着，伊讲但阮唔知，按落雨甲规身骨淡，我本唔知。按照你讲卡西内兄弟啊，甲4只牛，我本唔知，买来真正一人我来围来看，你看咩？看这个人死啊咩？still 唔知，买来我开目睭，我问讲，虾米事安怎安尼一人？我你才知讲，2个人死，4只牛死，3个了淡落。这个较厉害的是淡仔较厉害，咱这不顾啥讲，这个路的可较厉害，所以这个就安尼就是要讲啊，伊阮不大这这个定可较厉害，3摆你看上古淡本唔知个了唔知，所以就安尼一上5条架势，这条5条架势是金山做的，金的。And then since 要送啊，我讲啊，你送互我一条，嗰一条你互安难达。And then 确定慢啊久的时啊，佛直要海喘的时啊，伊摕这架势卡无佛，啥伊直摕了时啊，安难达开这条架势砍，这砍落去了，你看这架势是金山的，真正水啊！这个金山的色无去，然后佛的上古出光出来，
，and then 就看到，安怎呢厉害，上古安怎煞变物，安尼关去。and then 这个布达就讲，因为啊，这个人那是耐时间，达过佛的上古另外出关，头一关啊。伊谈到觉悟 enlightenment 的点声，伊上古出关。伊阮咧假设的即个虾米，伊食水无，今日今暝半暝三更，即个上古要放迄甲。讲起来，咱白话讲要死了，即个上古变关到底。所以讲啊，到甲即个三更，我定就要离开世间。所以到甲即个点声，伊个行了，你看，伊个拄着来过一个所在，咱到底无用，所以叫 Venerable Jundaka。伊甲 Venerable Jundaka 讲，Jundaka，只有咧假设个死地，我今日要下船。你看一路伊迄串，行几下串，点声到？咱到到这边啊，佛讲啊，安南达，啊，等我食这个准达的饭了，我腹肚安尼，了我要离开世间。过了后，我惊人会起嫌准达，因为你食，你好佛食，今日你害佛的艰苦，and then 你看伊啲。病的来 ，and then 他那伊要离开世间是唔对。and 你应该你若是听到安尼，你就要讲人听。这个准达是大大的福气的人，因为这个老的人啊，大伫世间好的功德，特别 special 的功德。头一个是头一个查某是苏格达，你会叫。嗰一暝伊坐了，伊坐成了，马在天光啊！你看这个查某拿一个金的碗，煮牛灵饭送互这个菩萨，在伫手掌下，然后伊摕这个饭，烧一碗49粒，伊食了伊摕这个金的碗，掂伫讲，我若是会成这个金的碗，唔通对水流。拍倒去，有影，伊这个掂落降落去啦，这个碗拍倒去，了伊再讲，惊到伊会叹。佛一段是真正好，因为佛一段是最后尾到伊做菩萨，伊食了这段。今日如果讲互人听，真的是真正大福气的人，伊送的布施，上甲这个苏家大的布施。因为食了这顿饭，佛离开世间，入了涅槃。所以到到这个所在了啊，到到这个古西那拉的时，伊讲安南达，你处伫这个脑脏的这个叫做烧水手掌，这个手掌你人来看西龙话，你看伊掌有安尼，了伊碗会出花的。and then 伊大点面讲，你厝即脑的，这个脑肠的烧水当黄的，你下一个巴黎，了你厝头壳大伫北边 ，and 安达做了啊，这火这倒落去呢，你看这涂骹，这袂正袂啊，这个肠啊，点无点啊，花伫家楼，这里无花，特别有咧点声，你看高咧点声。表越花越滚动出来，水越花家楼。头一项是咧烧水的花伫家楼，第二项天顶的花伫家楼，这曼达拉瓦的花在天顶伫家楼两项。第三项，大人在遐边淡淡味到这个香，这个叫天顶的香粉。直落来。第四项 Heavenly Music， 人会听到音乐，天顶的音乐。第五项，你听人笑起，在伫巴你听人笑起。咱你看，大人看了真正来咯。
八布达讲阿难达，这个五行你看，这个烧水的花，曼达拉瓦的花，这个旁粉，这个阴刚，甲这个笑客，这个五行啊，拢总因为要来欢迎接受啊。And then 这个啊是正式是无虾米搞的环境哇。那是搞的人，就是讲你人今日听了，你人会晓对虾米啊？保持修戒戒律善，戒甲你拢总好事，一级过一级，你直直拍倒这物件，and then 你跳出这苦海，这个啦就是讲你欢迎这个佛。是正环境，你看这单啊，这讲啊呢，有一个和尚徛伫佛的面前，有拿伫热佛，咱点无点佛讲互一个有百万啊，你闪开唔通徛伫我面前，咱阿难达就请惊，哎哟！要离开世间，本有个人会去误出呐。你看这个和尚徛在面前来讲，你闪开，唔通大伫我面前压我。然后后头倒掉啊，一听看到阿难达想唔对咯，阿难达你想啥物？你想讲一直我去误出啥物？唔是，这个你徛伫头前，天顶的红光啊，满杂杂。要看佛看无，人讲哎呀，这个和尚站伫我面前啊，闪来甲闪去，因为天顶啊无互你通闪，拢总规个天顶杂杂，所以你要闪一个，你去砸着别人，所以伊本个拢总达达咧。伊讲你唔通想讲是有足的事，是天顶伫乱。咱不了才讲，你在天顶啊。两好款的红光，一好款的红光，伊弹了甲五了，有弹着一个二个的，伊人啊知虾米啊？点声到了，人点就生老病，等要离开世间了。所以人无好，伊人看目睭真正点重要。特别讲有一吨的红光啊，烂倒放三毛，像啊迄边顶个放三毛面滑油，你再讲苦来了，所以这个不是像，就迄啲好的样。所以 after that 佛才讲，这个死的所在 ，after 我离开世间了啊，那是人爱去寻这个死的所在。伦比尼，我出世的所在，and then 去了布达加亚，我住伫萨尔纳向边，我头一道讲经，世间地动天顶大奖，谈些红光甲这布拉玛布大奖古西那拉我离开世间。这个所死的所在，人真正爱去。after that 那一关阿难达点无点，佛世尊，我要问几项问题。后过你离开了世间，我人对查甫安怎对待这查某？你知有的会想啊，查某对看要知要知咧。咱你看不达讲 ，as not seeing them， 莫看伊人。要互你心肝知，有当时安尼，世间是安尼，你对我，我对你，你看我，我看你，你亲甲我，我亲甲你。所以伊讲，唔使看伊人。佛世尊那是就看呢，唔使讲话。那是就讲话呢，你答不来。顾虑心唔通贪钱去起着做这个阿难达讲，安尼真正这回想无明白，啲钱甲几个人，
按照有当时这个人来拜的时，那这个花呢是夹对淡薄，夹这个淡薄，夹那淡薄，袂使。那佛世尊，到你离开世间了，安怎做？我要安怎做啊？你这个上古要安怎做啊？咱都听不大讲，这个人就要听。人若是死了啊，上个一只抓绑下伊脑壳，伊心的抓个皮去了无了，或者是脑壳呢？所以今日呢，我是绑下，我来绑下这个上古，你知这个上古，不是回想的工课。正若是死了啊，要叫什么回想来，都免来。特别本是因为人的风俗，你若是无叫回想，伊讲操嘛啦，回想我无叫，安尼安怎样？所以人未接受，所以有当时人叫我去，说我阿公死了，你都能来好无？我去，特别去了要做咩啊？念经做咩啊？要可以去天顶，妈那我也可以去天顶。所以这个我念经是对我的人，然后我翻译你经，然后你经你听好看，不大讲，伊无去了，伊去出事了，路人在我。你人的责任是虾米？你的责任啊，搭住做大囝，你阿妈有伫无哈？你爸做不了的工课，你人今日就做。虾米物件做不了？伊教人你嘛是伊偏讲我要教你到尾，但是今日伊做也袂了，伊去了，就要教你嘛。你人今日就教你嘛。女人就话较亲，故事咧，伊有病，伊讲老爷，我人无事，惊我带落去哦，doctor看。那看人，伊都无伫了，惊责任，就要教阿嬷好好，食清大，甲伊要开雷，人今日教伊。马路伊才讲，我今日教我，上甲我达甫人教我。那是较好嘅我达甫人教我，教条，我有得路歹命，所以得路今日也袂教人就讲，大哥、大姊、大妹斗教，你唔通讲我教我嘅，你教伊嘅，这囝你要教人，你去教人，你去带，你家己去开，无是女人嘅责任，阿爸做无了，囝就对，and then 你看。不大教，因为离开世间有当时阿爸执着，无通去好的所在，因为伊宽心出来，伊宽心路人，教你去带，你家己去开，无是女人的责任，阿爸做无了，囝就对，and then 你看不大教，因为离开世间有当时阿爸。执着，无通去好的所在，因为伊宽心出来，伊宽心路人，惊伊无做罪恶，伊爱做恶鬼，路人都大那保持，and that's what 伊人在做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做好伊，日日做好伊，特别唔免讲行到到咧日子才做。anytime 你用的什么，你保持阿爸，咱当人的风俗是七日，今日我做头七，明仔我做二七，咱若是有累，咱互食，互穿means有加洗，有当时加洗，有当时你罪满，无这累这个物件，到我去人的厝，你我念经念啥物？我人无摕钱，我人卖钱，这个物件念互你好事。所以讲啊，这个若是有人我死了啊，这福建的人，这龙洞尖头人，这虾米人，伊人会合作起来，伊人会拍算料理这个
出山的事。所以你若是搞的点声啊，到若是死了啊，叫回上来，唔使讲定着特别念一道。你若有时看真正一人有那念有那，那他顶个念半暝个念，1点个念听，3点个念，5点个念，这个个了无需要，因为已经出事了。所以这个就是啥物啊？当人和这个风俗掠着路，他那真正济，伊人招外碟，伊人佚佗咧巴黎境的碟，说声，and then你看，无正讲会碟。面包叫阿爸喂起来洗面啦！阿爸喂咧，亲戚来了无看，逐个叫到你咧，因安怎你无因咧？阿爸喂起来啦！阿爸喂起来食饭啦！阿爸喂咧困啦！这个个了面，直到这个个了是叫做风俗的掠着你，不得讲啊！所做的物件，可以谈的物件，这路好叫伊起来，有影伊起来，我想人走啊袂晓得，所以这个个了是呢。了啊，我无甘愿安难得个问，好时阵了咧上古了安怎做啊？咱不得再讲，看人要做虾米，上个伊人带这个叫做转法轮神王，世间的王安尼安怎做？and then 安难得讲安怎做啊？伊讲若是真是转法轮神王呢？伊人这个上古包甲布，了下薄薄的棉花，了个包布，个薄薄的棉花，个包布500元，and then 再染这个油，香油个了染了，伊人只点火只烧，叫做化身。and 你若是要烧本下，要带本下。啊是因了，伊甘愿tìm啲山互鸟食本下，互这个山狗食本下。搁一个因了为今日死，伊特地下晡掂落海，互虎食。伊人的意思，先死了，互再禽兽去食。所以这个个了是安尼样，一人的风俗，咱袂使讲你唔对，我唔对，我对你唔对，唔免。一人的风俗。所以若是正佛的家事，佛经入到了所在，一对险边的风俗，特别要紧是要化这个心，whether you die 还是 whether you 烧 ，it is all the same。所以这个物件，你讲若是烧了后，你人去做一个塔，大致这4尺路做一个塔，and then 人若是搞。伊会晓来拜，有时来点火，有时来啥有礼貌。有当时啊，到到这个所在，伊会晓举手大点关。安尼本功德真正济，因为安尼时间啊，你到这所在，你变真正清心。咱伊个讲，4号款的人啊，你会使去塔。1号款是三藐三菩提三阿三菩萨，第2号款是八戒加菩萨必济佛，第3号款是阿拉汉四果罗汉，第4汉就是转法轮神王。到这里了，阿难达再点声到，阿难达去伫门边的吸掉啲门头伫吼，等阿难达。the how 的点声不得问 ，Where is Ananda？ and 八六会想讲，伊大啲门那边的how叫伊来 ，and Ananda 就来了，不得就讲 ，Ananda 唔使去how，你袂记啊？我点点甲你讲，大啲这个世间，你所受，你所爱的物件，行到一日就要贴山。今日你若真正烧你大波人，你要栽一日呐，你就要贴山，按啲贴山的点声，你若是有贪嗔痴，你真正苦。特别今日阿难达也未谈到活远的贪嗔痴，伊执着，
所以佛叫佢放。安尼就讲，安难得伊讲啊，你再无伊则讲我别了回想，你再无想个安难得呢，达了佛有一个回想，真正高一个佛，这个安难得是最有款的人，伊真正高，伊会知虾米点声你会使去见佛，虾米点声你唔通去创造伊，因为伊伫界限，你人啊，就是甲伊讲话，你看。伊若是讲话，你人真正欢喜爱听伊讲话。虾米说安难得人言真正济。你来看安难得点点，达人无爽。咱对这离歌本是上，对这王牌本是上，还是对这城里人，还是在家人，达人真正喜欢伊这个物件。咱安难得才讲，佛世尊，佛世尊。按照你要来死伫这个小所在，古时那一个不干净呢？按照咪去大破下，哥伦布大呀，后面这人，那边的不干就是啥物？查巴有拉加加哈，有夏威国，有萨克达，有古桑比，有本纳里斯，有按照你来离开这个小的所在，这边就布达就讲阿难达。唔通看这个小所在，因为这个古时那啦古时，我伫做转法轮神王的点声，这个是我的修道，这个小的修道呢，应该啊，你唔通看衰伊，古时啊，真正大老抓。咱教咧点声讲，我安难达去古时那啦的国间去讲哦，这个人听，讲今暝。半暝第三更就是2点到6点，迄个点声，佛要离开世间，叫伊人若是要来看，最后尾斗来看，拄好安难得去，才去了拄好，才博间伫开大会，安难得讲伫迄边，伊人礼堂，你知啊？规个实会使讲小博间隆重甲了来，大细红即大粒细粒隆重来，你再来安尼坐，要安怎看佛啦？所以摆一顿一顿，咱伊才讲佛世尊，看那即个一嘴来，伊的某、伊的囝、伊的查某隆重来，一摆伊做掉得了，只佛点声直话了。个一个名苏巴达，这个苏巴达伊无相信，伊真正济教，伊有达了伊去查了，伊去查的先生甲了隆重看了袂使，所以调题讲啊，安难达，我离开安尼我安尼久啊，要来见我无见，刚才我听讲伊半暝要离开了，下晡互我去见伊。安难得讲袂使，伊点声教了。第二道伊个讨，伊袂使。第三道伊个讨，伫这边的点声，不大听到，不大讲 enough 安难得，教安难得，唔通当伊可以来。伊只来呢，因为佛世尊，安尼这先生，这个先生布拉纳卡萨巴、马卡利、阿吉达、卡扎亚纳、三加亚。你看那达不达，安尼这先生拢种高的人伫教，伊人讲伊人会教，真个对，伊人讲伊人离开，伊人去立团，咱都听看，苏巴达，大陆一个教，伊无八正道，伊袂谈，一个罗汉文无，2个、3个、4个唔使讲，咱讲你知无，拢种会教。无了这个八关斋，29岁点声，我离开我的厝，51年了，我伫传经，我传的经是啥物啊？好多人直做直快乐，到结尾你切对这谈亲戚，你无来出世，意思讲是你离开了世间。如果无来出事 ，means 你无靠，挂对这靠做一个。第二项伊个咯，安难得，真正济人啊，看心讲，我若是离开了世间，
最最要做我的先生，安尼不达就讲，我的纪律甲我的这个经，这个那是你先生，你人就要对好好。人富过烦恼，我离开了世间，不叫的点声，回想甲回想，唔通叫朋友，朋友 means 阿乌苏，伊讲袂使了。后头我离开世间，大个会使叫伊名，叫伊写出家名，小要叫就要叫 Venerable Sir 先生。所以今日你看我人拄着这老先生，啥你看我就叫伊班弟，了若是较细就叫我班弟，了我会使叫伊阿乌苏。古时叫了阿乌苏，你叫我阿乌苏，我叫你阿乌苏。阿乌苏 means friend。嗰一项伊个刷落，伊离开差不多点声，伊讲Ananda，这个小小的界，你人会使挂迄角，但是这条不离开了世间，过了3个月，隆重的回想4个罗汉挖起来讲袂使假，伊本小的界本就要照行，所以今日你看。但是最个假伊讲我人的纪律无相甲这个德拉瓦达的地震，安尼就是讲伊破着纪律了。所以嗰一项你再忽来出家点声，伊白罗名尊大，而这个尊大真正爱的人，真正坎坷家事，有时回想甲李哥家讲话，伊本去占这查某。所以这个就是讲，不达有的点声，伊卖做乱。这不达就无伊讲Ananda，我离开了世间，你人隆重回想，会使骗讲，卖去参加尊大。and then 有了9点声，不离开世间，Ananda去讲给尊大听。今日去我人隆重回想，无来往甲你家己去训练 ，and then 佢叫伊听到，参啥人讲拜国，死啊啦拜國 actually 好，安怎你人甲你做安尼行为，莫插我，这个是忽看到啊，伊过头矮，所以你放互伊伊请，要买来伊好啊，无半人，伊去问达人莫睬伊，要买来伊吐死这线，噗，伊弹死个落下。所以就忽的路，你看了真正搞。那你讲问Ananda，我要点声搞了。你人要问虾米无，无半人爱。然Ananda讲，哎呀，隆重真正明白。Ananda，你所讲的话是你阿个明白呐。因为我有天眼我看到，这个500个位上，无一个讲无谈了一个罗汉。隆重1个罗汉，上帝1个、2个、3个、4个真正济。等9点声，伊讲Ananda点声到了。Good luck 什么呀 ？Good luck 就係講因緣和合的物件合起了，and 這個就要破。你人看咩？Good luck 拼 means 做好界限，保持修改界限。只后未到，而且未到了呢，掂了，伊入定，頭入落去初丹定，落去2丹定，second jhana，落來3丹定，落來4丹定，這4丹定了後，伊個入個就會先叫做阿魯巴jhana，而這個。佢經嘅就係伊叫空無處天，後得咧一個業色無處天，後得咧一個業無所有處天，未來業非常天，第一關係定了。then 一個倒提，伊倒提係咩啊 ？from there 安尼一個落來係咩啊？安尼時啊，伊就。Ananda 看了，伊讲哦，伊离开世间。Anuruddha 讲，伊也未离开世间，伊是巴鲁加的安尼。Then 伊只Gostan咩啊？
这个非常天一落来无所有处天，无色无处天，空无处天，这落来就是四单定、三单定、二单定、一单定。一单定个这二单定、三单定、四单定，然一离开世间啊，Brahma Sahampati 就会使讲啊，一念出，拢总未离开，听着9点声，这个因缘和合，听着要破，名甲色，名本就开，色本就开，名是。受想行识，这色是啥物？风火巨土，这个叫做本线。天讲本讲，拢总无常。到这无常，一定就特别生有老放去讲。恁都知啊，规名阿难达，甲一个阿努鲁达，两人伫讲经来讲经去，伊人无做啥物，无念经。所有人叫会啥要去念经，念啥物经？有当时我念经，有人伫加讲话。有一回我去讲经，我讲了听，伊人叫我讲经，我伫念经，伊人后尾就讲，妈呀，安定去倒落，宣讲妈去倒落，拢总倒落。这里我有哪念经，有哪念了，有哪听着宣讲妈个是鼓楼山下面个了去倒落，所以无听经。这里我念这个经是要互活人听，不是互死人听。那是死人听，还是唔免讲一这啊。所以到个这边你看，佛离开了世间啥物啊？天几年啊？阿努拉讲，阿难达去讲互别间人听。这里阿难达去的时啊，伊人伫面顶了，佛离开世间，安怎拍算？这阿难达就去讲啦，安怎做伊人来 ？They gather perfumes， 规个北间的 perfume 香水人烧个了，花科滴滴人烧，音乐你叫人暗淡，个了有。所以你袂使讲啊，你看伊样都毋是对付教蹦蹦，有咧是人的风俗，人的事。伊人无拍鼓垃圾无爽，音乐本有。And then dancing 本有，伊 dancing 无讲人家查甫伫揽查甫伫 dancing 无，伊人 dancing 啥？伊人有一个啥印度教安尼讲啊，一个经下红光安怎来安怎做安尼，伊人做安尼有 hymns 有，唱曲有 ，music 有 ，garland 有 ，perfume 有。And then 有个老查甫老查某举只布棚伫装这个装咧。你知人叫人一块布，了白咧布，按这个布伊往经嘅色，按照做伊边啊地内，按照做伊顶面，咁样啲做个来暗了讲马仔个老咗不按啲来，个啲做后日大后日，after 7日，在7日后了嘅时呢，你知无啊？人嘅风俗啊！按照要出门，按照7日，像咱看啦，有个人们做7日，这人们做个7日。你啥物说？人来者，不干来者，隔壁不干来者，下面不干来者，人直来路一晚来走，所以7日大点变。咱到个7日了啊，拢总啥物啊？一个讲啊，这个啥大厝要行伫叫做 South 南边。人讲你无像人讲我袂使大南边，就要大去北边。所以人做真水了要夹别夹了讲，安怎安尼我人安尼借人，我到底长一水个换新的衫，安怎别夹？咱安努日来看，伊讲人讲你就要出去北边，你来话同人讲啊，看到西。